为永续传承原住民族语言文化，原住民族委员会于16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办理2023年世界母语日原住民族语言附赠颁奖典礼暨发展会议。秀林乡公所继去年荣获推动族语机关奖后，今年再次荣获原住民族语言发展实施计划特别奖的殊荣。乡长王玫瑰代表秀林乡公所受奖，王乡长高兴地表示，继去年本所荣获推动族语机关奖，今年又再次获得肯定，荣获族语推广极具贡献之特别奖的殊荣。再次感谢原住民族委员会，能够让大家看见秀林乡公所这么多年来努力的成果。如今，我们族语句型词典中册即将在今年出版，还有下册部分也会尽快来完成。此外，秀林乡泰鲁格族族语编辑委员金青山此次亦荣获112年奖励原住民族语言发展实施计划终身贡献奖。乡长王玫瑰与有荣焉地表示，金青山委员长期协助秀林乡公所推动各项族语保存工作，如词典、教材及族语课程等，是秀林乡公所推动族语保存工作最重要的幕后推手之一。这次获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秀林乡公所表示，本所这次得到特别奖，最重要是感谢所有支持及协助公所推动语言文化传承的部落耆老、族语老师、公所团队及乡民代表，使本所有效地推动族语复振与发展。这份特别奖荣耀要献给你们，谢谢你们的付出及努力。最后再一次感谢原住民族委员会及评审委员，本所作为泰鲁格族文化领航的角色，尔后仍会持续努力推动泰鲁格族语文化的工作，延续传承泰鲁格族先祖传统智慧。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。